湖北啊，武汉附近的黄陂区啊，湖北的黄梅东禅寺啊，有没有？跟六祖坛经的六祖去找去访名师，千里访名师，万里求口诀。那访名师湖北东禅寺黄梅禅师，五祖弘忍大师叫黄梅禅师啊，湖北黄梅附近就是黄陂。你看最低温都零下了，最高呢只有那个个位数的。你看，今天礼拜六4度，明天礼拜天3度，下礼拜一还更低0度而已，2度啊。昨天最低温零下1度，最高温才3度。湖北武汉附近，湖北东禅寺附近，你看冬天那么冷，修行很辛苦。